时1年的整修，屏东竹田客家文物馆用崭新的面貌和大家相见。开馆的时候，其实受到我们非常多乡亲的一个认同，所以他有捐了非常多的文物，所以我们的西式的客家文物馆应该是全台湾所有客家文物里面收藏最多的，总共有600多件。不起眼的板凳是当年新娘不能缺少的嫁妆，除了是平常洗菜、休息、绣花的座椅，直到生产时都还得靠它。生产的时候肚子痛，就自己趴在这上面，或者让用力的生产，所以我们称为扑头单。客家人爱物惜物，竹制餐桌看出鲜明的收纳智慧。当年所有吃剩的菜肴都放在桌下的抽屉里，一点都不能浪费。我们会把菜饭尽量吃光光，然后桌子要保持清洁，叫做什么啊？不齿枪哩。珍贵的古契约记录着早期客家移民筚路蓝缕，帮忙耕种的佃农，透过民间契约签订，一点一滴购得土地，慢慢累积实力，终于在6堆站稳脚步。开始是佃农，后来开始购买的方式，我们利用一张一张的契约里面，都有一个一个的故事告诉我们客家先民如何取得一个合法在这边定居的一个地位。馆内重现早年农村场景和伯公祭拜方式，让传统6堆生活习俗一目了然。游客还可以穿上蓝衫拍照留念，体验6堆客庄的怀旧风情，走一趟竹田客家文物馆。今天的旅程轻松又知性。上课喽！不齿枪哩，不齿枪哩，不齿枪哩。